你是太子妃，注意仪态，不要贼眉鼠眼的。老大，你待会儿罩着我点。现在知道求我。关键是我那个小本本我都没怎么记下来，万一露了馅，我死得惨惨的。知道就好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恭迎太子殿下，恭迎娘娘。哎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江氏那小蹄子虽然是个王妃，但是在咱们家里依旧是个破落亲戚。您是咱们家的嫡生大娘娘，身份岂是他表了几表的表人可比的？夫人好。母亲。娘娘。进屋说话。好。